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戏嗨戏嗨。常常听到一辈乡亲讲无戏嗨着，也毋过台语教典无收这个词。无戏嗨着是咧形容没有影响、没有差别、没有进度。你到底是有食饭啊无？哪会规桌顶的菜拢无戏嗨着？这区田实在太大区了，4、5个人做规早起啊，也是做无戏嗨着。伊咧讲博士，但是博士的论文写规半年啊，要写无戏嗨着，要出业恐惊真拼咧。这顶死交办的工课，你拢做无戏嗨着，明仔载开会，看你要安怎交代才好。啊，戏嗨，台语字要安怎写咧？爱台语是采用汉字甲罗马字做伙用的写法，戏嗨。啊，若台华线顶词典是旧字，收这两种的写法，戏嗨甲戏嗨。所以这字会当念戏嗨甲哼，戏戏嗨嗨嗨嗨叫哼，伊根本就无咧甲我信道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戏嗨实在真趣味。